街總召開記者會，回應會刊內容涉嫌偷步宣傳嘅事。高連文報道。早前有多個參選新一屆立法會嘅組別指控澳門街坊會利用政府公帑製作一啲印有介紹參選人嘅會信，內頁亦刊登懷疑係參選組別嘅標誌，而向選管會投訴。街總主動召開記者會澄清事件。理事長姚鴻明話：會信內頁嘅標誌雖然都印有群力呢兩個大字，但係細心啲睇，同群力促進會參選嘅標誌係有些少唔同。我哋街坊總會會信入邊群力通訊呢個標誌呢，係呢幾年呢都有嘅，係每個月每期都有嘅。佢唔係單獨群力嘅標誌，係群力通訊嘅標誌嚟嘅。所以變咗我哋嘅嗰個會信呢，係呢幾年嚟呢都有。佢話會信只係報導一啲傳媒曾經報導過有關街坊會理事會成員參選嘅報導，係尊重會員嘅知情權，而且事前亦都聽取過法律人士嘅意見，認為冇問題先咁做，否認會信有協助群力促進會偷步宣傳。既然出現咗唔同人士對同一個法律嘅規定呢存在唔同嘅理解，咁我哋街坊總會亦都好希望有關嘅權限嘅部門呢，能夠盡快作出呢個指引，去釐定清楚所有嘅問題，使到澳門能夠有一次真正公平、廉潔、守法嘅選舉。姚鴻明話：無論點樣都樂意接受有關指引。對於有人蓄意侮辱嘅言論，街總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嘅權利。澳門電視台記者高連文報道。